照你这图来，怕是雕不出瑞兽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就算了。哼！听小景说，老祖宗爱吃水果，尤其是蜜桃。下面就看我的吧。我的瑞兽你雕好没？哇！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除了我父母，我弟弟也在席位上。你还有弟弟啊？我的弟弟名叫夏晨风，前阵子刚跟父亲从边关回来。夏纯风，有别了，晨风哥哥！莫非是琉璃郡主的？明月总是有花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呐？看来都喝多了。这是一家人吗？怎么画风和蠢驴一点也不一样？大洋洋，快去送贺礼吧！啊，好。天上居李瑶为赫连老祖宗献上贺礼。哦。哼。